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城市傳聞，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紅野。港童病毒已經喺香港日益蔓延，越嚟越多嘅小朋友已經受到港童病毒所感染。根據國際衛生組織最新資料顯示，香港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嚴重嘅疫埠啦。今集我哋請嚟兩位重量級嘅嘉賓，為我哋講解一下港童嘅病徵同埋成因。首先，我哋歡迎一下最年輕同埋最有經驗嘅兒童心理學界巨子 Dr. Lam 李家仁醫生。你好。同埋港童病患者嘅父親輝叔。阿仔老豆啊！啊，係啊 ，Dr. Lam， 究竟患咗港童病毒嘅病者，佢有啲咩病徵嘅呢？咁首先，港童病毒嘅正確醫學名稱就係香港性兒童非理性之不能控制自己，導致大腦失調、中央系統失控、不能 control 自己症候群。咁佢最表面嘅病徵當然有嗰啲唔識得食飯啊，有人綁鞋帶啊，更甚者呢，就等於飯來張口就衣來張手。再深層次嘅問題就會問佢哋乜，佢都會答唔知道，冇責任感，冇上進心，抗逆境能力非常之低。呢紮唔知人間疾苦嘅香港人冇得救。醫生你咁講啊，真係幾似我仔喎！我仔今年10歲啦，今朝我遲咗10分鐘起身啫嘛，佢即係嗌我同老婆喎，話我做乜唔嗌佢起身？你知啦。即係我鬧鐘確實係冇電啊嘛，今朝冇電啊，唔響自然唔起身㗎啦，起唔到身自然嗌唔醒佢啦，係咪先？佢鬧我喎，咁都算啦，起身我仲幫佢梳頭刷牙，我老婆就等下佢幫佢綁鞋帶喎，你話離唔離譜啊？之後仲預備埋一個咩多朱古力少甜多糖無鹽牛油撈碎花粒生醬麵包俾佢。佢細個唔係咁多要求噶嘛，淨係要求呢一樽子醬、黑白醬多牛油三文治啊啫嘛。哇！估唔到呢個港童病毒啊，係入侵咗呢個小朋友嘅人讀移物，改變埋佢中樞系統，我覺得好離譜咯。哇！咁睇嚟輝叔你個仔已經病入膏肓咯喎。多初唔知你對呢間 case 有咩睇法呢？係有㗎。咁其實咧，輝叔個仔咧，依家好明顯係處於一個狀態，就係低自理能力啦、低情緒智商啦，同埋過分自我中心嘅。咁你早2年前有個個案咧，就係有個14歲嘅僆仔，咁佢就叫佢阿媽俾對戒指佢賣咗佢，而買啲裝備不成，就攞個錘剝濕佢老母，唔係佢阿媽。咁之後咧，咁過咗3日之後，佢就自己跳樓死咗啦，仲話自己壓力好大，唔識得處理人際關係。咁由呢個個案可以睇到啦，咁呢個港童病毒係可以導致他人死亡同埋傷及無辜市民嘅。咁其實輝叔呢個仔都唔係好嚴重嘅，都係處於第2個階段，所以唔使驚住。咁借問聲醫生啊，即係總共有幾多個階段㗎2.5。2.5階段，咁咪好危險？喂，大佬啊，即係我唔想死啊！即係個仔自己死算啦，我唔做你解放，佢自己死咪算咯，醫生。嗱，解決方法唔係冇，好簡單啫，就係起個集中營，將呢隻僆仔韞晒落去，一把火燒死佢哋。其實因為到現時為止，醫學界咧都仲未諗住花時間喺一班廢柴身上研究解藥，咁所以咧到現時為止係冇解決方法。Dr. Lam， 根據你啱啱頭先咁樣嘅講法，我哋1000幾百萬個香港市民，遲早未死晒喺呢班港童嘅手上。遲啲佢哋全部出晒街，見人就斬，啲鞋帶唔綁，就棘到撲死晒我哋啲無辜市民。個口又唔刷牙，臭到分死晒成個大自然嘅生物。一個唔覺意，俾佢哋做埋特首啊、總統啊嗰啲，我哋世界玩完㗎咯喎！咁點算好啊，Dr. Lam？係咯，醫
生，我真係廿幾歲仔都唔想咁早死啊！其實咧，真係解決方法唔係冇，我哋要了解下呢個問題嘅成因所在。其實你有冇諗過點解係你俾人問候，而唔係你問候佢咧？我估通常啲粗口都係問候人阿媽啫，好少粗口鬧自己個仔㗎嘛。你又啱，但係就係啲咁嘅無能家長，有時候遇到啲問題嘅時候，你應該要同佢溝通，糾正佢嘅問題，而唔係選擇妥協、退讓去遷就呢班細路仔。佢哋唔識刷牙，由佢哋唔刷牙，等佢哋個口臭到自己都頂唔順嘅時候，佢哋自己咪去刷咯。點解下下都要你幫佢做咧？你知唔知就係啲咁嘅廢柴家長，搞到香港情況好混亂啊！個香港已經被嗰套病毒侵襲咗啦！我哋下集城市傳聞再見。